今仔是台北国际册展的第2天哦，特别安排台东、台南5间国校的学生来到会场分享因为家己故乡创作的故事册。学生哦嘛把故事改编做戏剧，那么做伙来欣赏。行天长地，当家地，阿弟水花长长地。台南家乡国小的学生同齐唱《阿爸牵水牛》这首囡仔歌，扮演早期伫台南家里有糖厂5分车，同齐去甘蔗记忆。这个故事拢是国校啊师生家己记录、画图做家乡特色绘本。学生囡仔也因为这个机会，深入熟悉家己的故乡。阿嬷的生活就是以前大家拢会种甘蔗，然后上课爱坐5分车。透过这个演出，我了解家里乡的甘蔗。国校啊校长表示，参与移动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，互囡仔了解早期时代的生活记忆，阁有亲像台南咸水的小石狮、教堂，拢是在地的重要文化。很多家长拢会甲阮分享讲，原来咸水的发展是因为安尼来的，因为为的爸爸妈妈嘛无了解。我感觉讲，透过这个计划，互咱囡仔会当认同咱这个地方，咱讲爱去先去了解、认同、来亲近，对咱这个所在，以后嘛当发挥伊要保护这个社区，要甲这个社区发展起来的这个乡土的感情安尼。绘本创作计划是由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，目前已经执行16天。拜三伫台北国际册展现场分享台南、台东总共5间国校啊创作的家乡特色绘本。基金会也表示，希望透过计划鼓励国校的师生实际行达家乡，认捌家乡的人文、产业、地景，做伙甲充满特色的在地元素，用文字甲画笔记录落来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